再来看资本业就50万的超市公司对巴西进口8000万粒的鸡卵引起质疑。农业部昨是公开业者的报价单、有合约，嘛强调讲业者买卵拢爱先付钱，茶叶、关税、有营业税这成本，政府会吸收，并无独立业者的空间面对部长陈吉仲昨讲要对议员提出告诉，台北市议员齐卡森嘛讲，伊今仔会去台北地检署对拓产会有部长陈吉仲提告。超市进口巴西鸡卵拿样的面代是少年衰一直骂，农业部公布紧急专案进口的报价单和合约，强调进口鸡卵要满足4个条件。伊当中有几个贸易商是提出报价，以超市的价数上价，但是外界质疑日本买的巴西卵是比台湾的较俗。特保署强调日本签的是长约，嘛无像台湾进口固定规格的空卵。它完全是做加工通路使用，我们要的是55公克到65公克，我们可以包盒的蛋。长约跟短约对价格是一定有影响。我们当初在巴西下单，我们是希望短期补足我们国内的缺口。要比价买较俗的卵，煞对澳洲空运进口，逐粒阁补贴到32块。部长陈吉仲解释讲量真少，若扣入来国库的税款，进口卵政府每一粒平均干吸收价差1.76块，而且强调贸易商买卵都爱先倒纳钱，无道理。另外到底是要告啥？但部长讲要告前立委区议，因为伊讲伊互超市有油水的生理，另外阁要告台北市议员齐卡森。他直接讲政府谋财害命啊！这个污蔑了所有的农业部门，污蔑了所有卫福部食药署的部门，污蔑了所有的防检疫同仁。齐卡森回应讲，用人民纳税钱去补贴，敢讲毋是一种趁钱，或可能有禽流感含有其他药的巴西卵进口，敢讲是无害命。你特别的袒护，特别的呵护，特别的爱护，就好像民进党过去对高端那样，要告就来告，欢迎陈吉仲来告。齐卡森初7早起嘛要去台北地检署，告拓产会是涉嫌违反银行法，含陈部长涉嫌多利。另外，替政府进口巴西卵，超市到底敢有利润无？农业部公布的明细显示讲，有一条服务手续费3800万，这条有设采购贷款8%的上限，靠体温含管销的费用了后，都是伊的毛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